哇！凹咗入去，果然係懶人 sofa， 坐咗喺度咧，起唔翻身。精彩內容盡在余夫人 Channel。Yo， 歡迎翻嚟余夫人嘅 channel。今日余夫人帶大家嚟到羅湖去按摩啊！聽講咧有個200零蚊嘅套餐好抵玩嘅，跟我過嚟睇下。我哋而家咧就搭 lift 上4樓，就係木木湯泉啦。大家可以喺羅湖口岸行12分鐘嚟到木木湯泉，呢度有免費嘅接送車送你去口岸嗰邊。呢間咧就係木木湯泉啦，係喺羅湖口岸店，佢係火車站洗浴看星銷量榜嘅第2名。咁下面咧有好多種嘅團購啊，今次咧就會介紹2個嘅套餐俾大家，一個就係269蚊嘅，粉絲咧可以專享減多30蚊，即係239蚊咧可以享受90分鐘嘅中式按摩，再加80蚊嘅大堂項目。另外一個套餐咧就係489蚊嘅雙人大堂11選1，再加 VIP 房玩 PS5 嘅3小時套餐，另外仲有宵夜同埋肉票，呢個呢我都覺得幾正嘅。咁我哋喺前台呢拎咗手牌之後呢，就可以去換衫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女仔就左手邊，男仔就右手邊。你睇下呢埲牆好有新年氣氛啊！可以喺呢度打個卡喎。換完衫啦，而家出去按摩。你睇我件衫幾可愛，呢度都應有盡有啊！除咗有啲護膚啊或者係化妝品之外啦，仲用呢個Dyson風筒。臨出去之前可以喺呢度浸下浴，水溫咧大概係43度左右。呢個係汗蒸房，好熱啊！亦都可以去一啲嘅插背房，穿過呢條走廊就可以去到大堂噶啦。哇，好多嘢玩啊！呢度有桌球啦，有打機，同埋有唱 K 嘅地方。如果大家中意唱 K 咧，呢度可以無限任唱。咦？點解冇手勢嘅？哦，原來咧呢度如果要打機咧，要出去聯繫職員先會俾個手掣你㗎。我覺得每次去按摩店咧都有得打呢啲街機，冇人同我雙打添，我自己打。笑聲更迷人。Hi。而家我喺度打緊 PS5 啊！喂，有5空打啊！雖然我好渣啊，咁呢個套餐咧係可以包喺呢間嘅 VIP 房玩3個鐘嘅 PS5。呢度仲有啲其他房型嘅1人房，仲有2人房、3人房。而呢一間咧就係4人房啦，最多房型咧就係5個人可以帶成班朋友一齊過嚟按摩都得。呢一間咧就係我哋今日會按摩嘅房啦，俾大家睇下。哇，真係好靚啊！余夫人最中意係咩？樹啊，室內有棵樹咧，真係增加好多嘅氛圍感。真定假嘅啲樹？假嘅，原來。呢度有塊鏡可以照鏡添㗎。點知？貴賓下午好，我是56號技師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這個地方是坐骨神經的地方，就環跳穴，會比較酸痛。如果不夠力的話，就用這個走這個一下。大家如果咧經常坐 office 啊，或者係玩電腦玩得耐咧，就一定要過嚟按一按摩。然後再給你按這個膽經，這個腳還是這樣子放着，膽經也會很痛的。給你按這個足三里哈，腸胃不好的人會比較痛一點。按完之後你會感覺肚子會暖。哇！咩㗎？假。還有這個天中穴也會很痛的，像有的人有肩周炎啊，或者頸椎方面不舒服啊，都可以按這個天中穴。它是可以給你緩解的。而家咧，我哋就按緊個頭啦。我成日覺得咧，按頭係好舒服嘅，按完個頭咧係可以減輕壓力啊。不用動。
貴賓你好，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。您走的時候請帶好隨身物品。好啦，啱啱做完按摩啦，嗰個技師咧其實都幾重位嘅，有幾個位咧我都大叫咗出嚟。我哋做完按摩，而家走出去大堂嗰邊啦，繼續向前行。呢度咧就係一個水吧啦，咁而前面呢度咧有好多免費嘅飲品啊，可以任拎嘅，大家想要咩都得。哎呀，我最中意嘅呢個，我屋企咧有10幾廿支，呢度就可以免費飲啦。另外呢度仲有啲生果嘅，有火龍果啦、橙啦。如果呢度冇嘅話咧，都可以去頭先個水吧度拎水果㗎。除咗呢度可以免費拎嘢食之外咧，呢度仲有一個餐廳㗎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就係免費嘅自助餐，宵夜咧係11點至凌晨1點鐘。如果週末咧就10點半就開始㗎啦。哇，好大啊！呢個餐廳好似茶餐廳一樣，你睇下啲位好有親切感。有燒鵝食啊！呢度聽講宵夜咧係勁多款嘅嘢食，俾大家好快睇下呢度有啲咩食啦。哇！呢度有長輩們中意食嘅港式茶點，價錢都正常啦，唔會話非常之貴嘅。咁我頭先啊就拎咗啲水果啦。另外咧，如果咧雪櫃度咧冇你想要嘅飲品咧，呢度都有其他嘅飲品提供嘅，例如咖啡啊、奶茶啊、檸七檸樂呢啲都有嘅。如果大家想食咩生果咧，都可以過嚟呢度揾靚仔幫你切㗎。哇！好純熟啊，好快就切完啦。咁我而家咧就身處喺書吧度咯，揀咗一個非常好嘅位置，後面有好多書可以睇啦。另外就可以邊睇書邊食水果啦。呢度有啲書都啱我睇喎，講呢個先。如果同成班朋友一齊嚟咧，就可以靜靜地喺呢個書吧度休息一下。估下我喺邊？ Hi，Hello， 呢度有好多蟲洞可以俾你仆匿匿啊！好啦，我哋睇完書要去下一個地方，起唔到身。食完嘢，我繼續帶大家周圍行下啦。呢一間呢就係電競房啦。哇，你睇下啲燈光幾靚！如果大家想打機嘅話咧，可以出去同職員講嘅。不過咧，呢度打機係要俾錢嘅，1個鐘頭咧係9.9㗎。嚟到呢度，如果唔想按摩，淨係想攤唞一下咧，亦都可以揀呢啲嘅汗蒸房。呢度有2間嘅汗蒸房，一間就係牙葉汗蒸，另一間咧就係呢度。跟我嚟，喺佢嘅隔離咧就係一間鹽磚汗蒸啦。入去睇下先，哇！好香嘅艾葉味啊！好香啊！咁我喺度瞓一陣，攤唞一下先啊。呢間咧就係鹽磚房啦，唔算話好熱嘅。究竟大堂喺邊咧？呢度真係好似個迷宮咁，好大啊，同埋好多個窿啊！估下我而家喺邊？我而家就係喺大堂啦。呢個大堂咧可以做大堂嘅項目啦，同時間可以睇一個大 mon 或者你自己一個私人小 mon 都 OK 嘅。又俾我揾到一個好靚嘅地方，大家睇下，係星空房嚟㗎。感覺上咧就好似喺荒山野嶺咁樣望住個天空，好靚咯！呢一度咧有好多嘅格子間咧可以入去休息嘅，咁大家咧入去休息嘅時候咧都有一塊布可以冚住啦，咁就有個私人空間。200零蚊就可以過嚟呢度梳乎一下啦，玩完之後仲可以有免費嘅宵夜食添啊！大家有興趣咧就過嚟試下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分享，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魚夫人 channel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